着靠主常常喜乐。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咱做伙来读。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搁讲一遍，着欢喜。搁做伙来读一摆。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搁讲一遍，着欢喜。弟兄姊姊妹，大家平安。当咱听到好笑的话，也是讲好笑的代志，也是欢喜的代志，咱会袂禁得因为欢喜快乐笑出来。当然，人会笑，也无一定是因为欢喜的缘故，因为笑有时阵也分做大笑、微微仔笑、苦笑、欢喜的笑、戆戆仔笑、艰辛仔笑，也是讲哭笑不得，也是啼笑。有时阵当咱做着好梦，也会笑。伫台湾有一个民间的团体推行笑讲，一日至少爱哈哈大笑15分钟，讲安尼会当治病养生。所以笑有种种的原因甲理由，无拄拄因为欢喜快乐的缘故。总是早起咱伫即个所在咧讲着笑，是因为喜乐的心，有一个喜乐的心，正做信仰的力量，然后所展现出来的笑容。最近对咱来讲是一个真艰难的时阵，因为即个中国武汉肺炎 COVID-19 病毒的缘故，所以真侪人甚至是全球性安尼伫各方面受到真大的影响甲改变，日子嘛变做加诚艰难。总是咱嘛知讲，即款的代志其实嘛毋是因为讲甲咱拄着 COVID-19 才有即种的艰难跨入。就算无遮个物件，咱也会受到别个代志别种的问题来困扰。有的人检采受到病痛，也是其他的患难来牵绊。总是遮个有时阵也互咱咧反省讲，其实喜乐并毋是干那看环境，搁较要紧是心境。伫圣经中间，主耶稣伊有呼召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官员，主耶稣爱伊来军队伊。毋过，迄个人听到遮个话了后，也真忧愁，因为安怎？因为伊真好额，路加18章23节，人看重什么，伊的心思意念也会伫遐。好额善无一定会决定一个人伊的快乐甲幸福。全世界有一个过去捌受称作是上界快乐的国家，是瓦近西藏的尼泊尔。迄所在的人收入无济，毋过因为因天生非常的乐观，所以是被称作上界快乐的国家。
快乐是伫心境，毋是伫环境。咱的心若快乐，就算拄着大试炼，伫痛苦的大海，也相款会有快乐甲欢喜。心若无快乐，就算食好穿好，会当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相款也会闷闷不乐，会忧愁烦恼。若是安尼，咱要怎样来保持心境的欢喜快乐？保罗有讲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着常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搁讲一遍，着欢喜。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咱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安尼就会当真正有欢喜。甲主结连就是咱喜乐的来源。即款的欢喜是永远的欢喜，会当赢过世间任何的快乐，任何的欢喜。甲主结连的欢喜有分做3大点。第一点就是讲，会带互咱医治的欢喜，带互咱医治的欢喜。第二点，带互咱幸福的欢喜，带互咱幸福的欢喜。第三，是受圣神充满的欢喜。咱来看头一点，带互咱医治的欢喜。箴言17章22节，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神互骨高达。这是咱正式的圣言节。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神互骨高达。出埃及记15章26节讲，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另外诗篇103篇第20到第50节讲，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华冠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臃肿。咱若甲主相结连，就主上帝要诚做咱的欢喜，诚做咱的快乐。伊的气力也要诚做是咱的医治，因为咱的主耶稣，伊是圣子上帝，伊来到伫这个世间，主耶稣施行伊病赶鬼，伊为咱受苦难，就照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伫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讲，毋过伊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害，为着咱的罪过受抵喙，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耶稣的学生，这个使徒也是倚靠主耶稣对死搁活，伊的权柄来施行甲主所做医病赶鬼甲神力奇事的代志。喜乐对咱的身躯的健康也有极介大的帮助。医学上有一个理论讲，世间有80%的病痛，也拢甲压力有介密切的关系。当人若喜乐的时，脑下垂就会产生脑啡，也是即个有镇静
功能的氨基酸，减少压力的荷尔蒙产生，血筋的动脉就会松动，来带动血液的循环顺畅，然后血压就会稳定，甚至会互全身躯的器官来得到轻松。对整个身躯的健康是有具体的帮助。莫怪医学的研究讲，一个乐观喜乐的人，当伊得到重症，会搁较快得到医好；若是绝症，也会当延长寿命，这是确实的代志。咱的喜乐，咱的欢喜快乐，往往只是真短暂，袂当持久。毋过，咱若是倚靠主耶稣，伊是咱喜乐的源头，伊所赏赐互咱的喜乐，就会源源不绝，带互咱无限的喜乐。第二，会当带互咱幸福的欢喜，会当带互咱幸福的欢喜。请咱会记得，喜乐有偌济，幸福就有偌济；喜乐有偌济，幸福就有偌济。我会记得有一摆去韩国参加即个牧者的演授会，听到明圣勋牧师讲，牧者爱诚做幸福的牧者，教会才会当诚做幸福的教会。牧者爱诚做幸福的牧者，教会才会诚做幸福的教会。其实毋是干牧者是安尼，包括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咱若是一个幸福的人，咱就会当甲幸福带互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咱的社会、咱工作的场所，甲咱所直接的人。毋知你是毋是有体会到，你是一个幸福的基督徒？你是一个会当甲幸福带互别人的基督徒？亚伯拉罕伊是一个幸福的人，主上帝伊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祝你的，我要祝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2节到第3节。新约加拉太书第3章第7节讲。所以恁着知，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14节，基督安尼做，是要将上帝互亚伯拉罕的祝福，通过基督耶稣赐互外邦人，嘛要互咱对神来领受上帝所应允的圣神。这意思是咧讲。咱信上帝、信主耶稣的人，咱就诚侪伫信仰上亚伯拉罕的子孙，咱也要继承亚伯拉罕诚侪一个有福气的人来领受即个亚伯拉罕的祝福，来祝福别人。主耶稣甲咱讲，咱若跟对伊、信靠伊，咱会有8种的属灵的福气，甚至为了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也真正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虽然所讲为着我的缘故，人甲恁侮辱、迫害，讲逐款歹话诽谤，恁真正有福气。
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真大，恁以前的先知嘛捌安尼受迫害。尼米第8章第10节，因为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咱的欢喜有偌济，咱的幸福要有偌济；咱的欢喜有偌济，咱的快乐、咱的能力也要有偌大。所以，咱若常常甲主相结连，咱就要有喜乐的心，伫咱的生活也的确要有真正的幸福。第三，受圣神充满的欢喜。受圣神充满的欢喜。使徒行传13章52节讲：阮都满心欢喜，阁受圣神充满。受圣神充满的基督徒，也是充满着喜乐的上帝的儿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6节，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6节，这所在安尼讲：佮恁有学阮，嘛有学主。虽然伫真济苦难中，恁犹顾用圣神所赐的欢喜来领受信息。当咱互圣神充满的时，圣神所赏赐的欢喜、喜乐，就会对咱的心肝底，亲像活水一直涌出来。就算咱拄着济济的苦难，咱也会满心欢喜跟对主，学主的模样。圣神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最后所讲，咱若甲伊结连，就会领受圣神，也会甲圣神相结连。约翰福音第14章15-16节讲：恁若听我，会遵守我的命令，我要对爸求，伊会赐恁另外一位慰助者，通甲恁永远同在。伊是真理的神，世间人袂当接受的，因为因无看到伊，嘛毋捌伊。毋过恁捌伊，因为伊甲恁同在，会继续伫恁的内面。咱的信心若软弱，就会时常思想负面的代志，时常会讲负面的话，拄着小可的问题，心内就会充满着看虑、小题大做，失落喜乐甲盼望。总是，咱若互圣神充满，咱就会对上帝的话充满着信心。也因为对上帝的话充满着信心，咱就会警醒祈祷，会想积极美好的结局，讲正面造就的话，对人生、对生命会充满着盼望、喜乐甲活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甲主相结连，满有医治的欢喜、幸福的欢喜，甲圣神充满的欢喜。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互阮的生命，是喜乐的活命，互阮甲主你相结连。阮就满足的喜乐，会当用即个喜乐来面对人生所拄着任何的环境，也互阮有气力用即个喜乐来分享主你的福音。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心灵拢勇行平安。